受凯米风台影响严重淹水的大兴亚地区，市长每天伫灾后持续配合组织基金会等民间职工来进行家家户户关怀行动，并协助分送营养粉、大米等安心物资。其中也有正言法师的祝福批。市长除了感谢职工无私奉献，同时嘛强调政府甲民间协力，要让灾民早一天恢复正常生活。其实这个是一个天灾，但事实上民众的受灾受苦，虽然我们会觉得这些年来大家都努力了，但大自然力量是无穷的，所以民众心里面很需要大家的一个支持、安慰跟协助。那感谢慈济基金会这么多师兄师姐，在这么多天来，一次又一次、一波一波、一场又一场，对于台南市的受灾民众的一个支持、鼓励跟安慰他们。那这次总共淹水面积虽然是600多公顷，比起88风灾虽然55000公顷差很多，但是只要有民众受灾，慈济的师兄师姐就会在哪里，就会在那里。所以说民众在哪里，师兄师姐就在那里。那感谢慈济师兄师姐还有基金会所有的志工朋友们的帮忙。5会活动同时进行25条路线，超过200位职工参与，而且直到8月4号统计，台南组织已经动员1819人次，投入关怀超过2900户，并提供5000多份的生活物资，让灾民感受满满温情。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